角色一直在选择，为什么说重量不够？如果他两边都顾到，故事是不是比较温柔？选择只是偏好不同，还是必须承担后果？在编剧理论里面，选择真正负责什么？在《story》书里面 ，Enki 说得很清，在色不是性格标签，而是在压力下的抉择记录。戏剧的转折不在时间，而在那一刻的选边，优秀的选择必须同时满足，选项彼此排斥，无法并存啊。代价真是不可逆，后果持续影响行动路径。若能补救，若能回头，那只是安排，不是抉择啊。戏剧重量来自失去被承认的时刻，不能两边都要，不能事后修好。一条路被关上，故事才会真的燃烧。选择是关门的瞬间，代价是留下的印象。角色因此被定义，情节因此转向。想象一名年轻人同时收到2个通知，海外工作的录取信与母亲病危的讯息。若他搭上那班飞机，母亲将缺席，真不惜。若他留下照顾家庭，举压机会永久失去。这不是情绪拉扯，而是借口性的选择。因为不论选哪一边，后果都会跟着角色。选择不是选对错，而是承担失落。代价越清楚，角色行动越有轮廓。转折因此成立，主题因此浮现。故事不再只是发生，而是被决定向前。我现在明白了，选择不是装饰情节，而是永不可逆的代价，迫使角色定义自己是谁。以后我写关键转折，会先检查一件事，是不是有一条路被永久关